先来继续来看新北市刑警大队一个姓陈的警察组涉嫌侵吞着查扣的毒品，即卖互申请收押禁见。讲这位警察组过去破真侪庆毒的案件，捌当选模范警察，但是伊的前同事讲，伊疑似常常到澳门去跋筊，有金钱的纠纷。这回伊阁来破毒品案，结果互嫌犯检举讲侵占毒品，依法冤枉，讲是对方咧报鸟鼠啊冤。要不要澄清一下？穿乌衫、挂喙暗、手提纸甲面黄条咧闪镜头，面对提问拢无讲话。伊就是新北市刑大陈姓警察组涉嫌侵吞查扣的毒品，检方指挥调查局敲锤，今仔日下晡，新北地院裁定羁押禁见。学士有回刑大拿什么证物吗？昨在埔陈姓警察组就互带转去市调处，经过一天的讯问，暗时11点多才可送去新北检，一度讲互带转去市刑大，经过侦办过案件资料拢互查扣。那即届伊涉入的案件，竟然是互嫌犯检举。陈姓警察组今年正月查中黄姓嫌犯的毒品案，查扣海洛因，不过事后互嫌犯指控讲，7包10公克的海洛因交付了后，敢若剩6包，质疑是警察组侵吞毒品。警察组的法冤枉讲，怀疑是半当掠嫌犯2届，对方扣分来报复。一次2大公包积极支援，枪毒都是一大堆在抓，但是他私下就是比较怕爱播啊。他有时候6日休假就飞澳门，就去赌场。陈氏警察组平常时绩效优良，侦办的庆毒案件嘛真多，搁把互人评选是模范警察。这个互人检举调查，警方嘛要求伊验尿，要查明毒品的下落。本案如遭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本大队将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报请成员停止处分。警方接到线索自称报称调查，即马模范警察涉入侵吞毒品案，检调嘛继续查清涉案的情形。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